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使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跟恁讲的就是关怀独居老人。哦，这真好。就是讲关心吼，每一个啊，家己孤单一个老大人。哦。哎呦，家己一个大了吼，拢无伴啦。啊，有当时啊吼，佫无伊的条件，佫无符合着咱政府的补助的条件，所以就拢无呢。家己一个唔知要哪生活。我真可怜啊。刚才啦，即摆吼，还佫有足侪迄种社福团体啊、社福机构啊，甚至嘛还佫有足侪种私人的，比如讲青仔哥哥，还是高群大哥吼，安尼家己足有爱心的吼，啊，就那3-2工啊吼，啊，就去家己倒款迄个款计小款的，啊，甚至个人哦。中昼时啊会送便当去互食呢，还是暗顿煮去互食，嘿啊。因为我做里长，我看足济，尤其人讲哦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，但是伊个算吼无人照顾，对哦，真可怜呐。哎，当时你若讲哦，里长若知影，拢会去甲照顾吼。是。啊，有当时哎无钱吼，摕这钱吼，迄行动。你老实讲，你要去做里长时，要去人照顾。捌啦，我定定。要去人评评无。捌啦，我定定。有迄困伤久哦，这拢会臭的。什么因烂去咧？真正无人评评的。对。啊，所以讲咱有迄若行动较无方便的，吼，咱就尽量行动方便，甲斗3工。哦，啊，若讲会行的，吼，无钱也是讲无所谓，咱就加减啊摕互伊。是。啊，当然政府会佫补助伊啦。这个里长应该继续做永远的。对啊。做永远我就破产啦。但是帮助人袂歹啦。是啦。安尼无紧做，即摆开始吼，我好好共帮助。咱即摆共帮助，后摆咱食老人嘛，甲咱帮助，安尼对无？有这想法就对。啊，恁有啥物想法爱甲我讲哦，我会甲恁关怀哦。先教你啦，不过若老你再甲照顾啊。是啦，重点是安怎会有独居老人，毋是讲伊拢无事实呢，有诶是讲啊，事实拢出外去拍拼，啊无去用心照顾咱。啊嘛，有诶老伙仔较孤单，所以讲不要，所以讲这就是啊。那是有事实，也毋过你就是无符合政府的条件，所以政府无让咱补助你啊，毋是一级平民啊。所以呢，事实真正爱加关怀咱家己是大人。是啦，啊，无紧啦，咱要关怀遮老人进前吼，咱来看一下咱轻松又搁趣味的叫。来是啊。即摆人拍无咱啊，找阮讨人哦。我来敢对？我都中，困一个中昼坐起来，啊，无看人诶，这你有看无啦？啊，无看的人，啊，加就是出去四个老的那尔嘛。姊个你迄都毋对呢。啊妹啊吼，这所在无适，啊伊要出去，你嘛甲我叫一个。哎呀，妹啊，毋是3岁囡仔，啊，搁再讲我也毋是啥物人，我敢袂当甲顾条条，啊，做你安啦，伊袂有代志啦。这我袂安。这治安足歹呢，啊，外口歹人搁遐尼济，啊，出去万年人3顿2顿，看要安怎？到时候恁拢要负责任啦，尤其是会长你。拜托的，啦，你安尼讲哪会对啊？哈，啊，人客来住恁民宿，也爱我这个会长负责啊。对啊，谁叫你要做会长？会长遮内底你上大呢，遮民宿的大细细，你拢有责任呢。等下。好啦，会长啊，啊，就知影阮旧仔的生哦，莫甲伊计较啦。啊，是讲吼，头家娘，我看恁旧仔哦，敢若咧小某呢。我甲你一个建议啦，我看吼去找一个较好的查囡仔哦，紧甲带转来，互恁旧仔做某啦。啊，若无像伊种反反的个性哦，我看是会愈来愈严重哦，我看到时会破伊哦。恁咧开讲哦？哦，你早倒啦，我拢找你无。无啦，啊，就4个老的啊。所以我刚才你这两顿啊，遐若无吼，有个人吼，就会去走去警察局报案。没啊，这
这爸啊吼，你讲的话吼，莫甲听。但是该爸啊机关人他都在叫哥哥呢，这哥哥随便啊。好啦，姑姑啊，我话爸啊，好啦，我听伊的话听，我真正着心脏病啦。有影？你连要去倒佚佗，我带你来。拢好啊，你查咯。安尼好，随我来。会来去，会来去。哦，妹妹啊，阿姊啊，讲遮咧讲啦吼，我有这个小弟啊吼，嘛感觉吼，拢袂稀微，袂无聊，规工都闹咧滚滚的。我到底的厝边嘛上款嘛闹咧滚滚。我嘛有迄个感觉咧。丽丽哦，你这边是？有要来甲你讲一个代志。是安怎？是阮滚啊外口有搞无代志哦？有可能。哎呦，无啦，丽丽姐，拄我头下下课的时阵经过公园啊，我有看到迄阿妹啊吼，甲一个查甫咧讲话哦。我就问迄个查甫讲吼，你讲的熟悉阿妹啊？伊拢毋承认呢，我感觉足奇怪呢。等等，姐姐，你确定讲你看到迄个是阿妹啊？我确定就是。进前会长毋是咧讲，讲公园遐吼有困一个少年啊，一甲叫起来眼神阁怪怪，敢袂就是这个？而且呢，伊阁讲吼，你甲想看卖吼，有一个阿妹啊先来，然后再阁来迄个少年啊，因两个敢会一对？敢会遐拄好？迄无听着哦，无听着，伊若假使讲因两个是一对，哦安尼。伊就骗咱骗真济啊！重点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咱也无啥物损失啊，咱嘛袂当断定讲因就是歹人啊。无听着，因都还未开始骗啊，咱都已经提早发现啊，所以咱提早发现，咱就要赶紧预防啊，这个代志免互发生，要若无来不及了。讲安是对啦，不过问题是，这件代志吼，咱爱细致处理，才袂去枉亏着好人嘞。对啦，阿舅，我感觉吼，丽丽姐你讲嘛有道理。咱若后别共怀疑吼，去冤枉着好人嘛毋好啊。咱是毋是要来暗中调查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今仔安尼好耍无？好耍啊！我真欢喜的呢。那哥哥，多谢你哦。哎呦，免客气啦，妹啊，我等下搁带你一个所在，搁较好耍，保证你的怀念。好啊。那哥哥，你人真好呢。若是讲你真正是我的哥哥，迄毋知有偌好。哎呦，妹哦，你若无气也无，我也无妹妹吼，无安尼好啊，无你就甲我当做大兄，我陪到你身躯边，永远甲你保护，甲你照顾啊。真是的哦。有啊有啊。你真正是好人呢。那哥哥，喂，多谢你哦。我明明听到什么什么声，你敢无听到？无啊，哪有啥物声？遮也无别人啊，一定是你听唔到啦。迄嘛是有可能啦哈。好，无过咱迄边遐佚佗遐较好耍吼。行咱来去。小姐，你要创啥？要创啥？哎呦，小丽，你若无是甲我拍。有话大胆讲啦，吼，有话大胆讲，莫冲动嘿。甲你拍，拄啊好尔。啊？你加油管我某，我看你无想要我是毋是啊？啊？我有管你某？少年诶，你慢慢讲生笑，误会啦。误会？伊人即马就明明徛在遮啦。恁两个即马搁手牵手伫的，你讲白菜？切！哎呦，少年，你真爱讲生笑呢？我若牵你某手，我是牵阿妹啊了。因切，你讲啥？迄是你某？无毋对啦，我甲你讲，恁真不真哦，我拢有啊啦。恁两个拄则亲密的画面，我嘛拢翕落来，这就是证据。免啊！当然恁两个串通好势哦。好啊啦，
莫遐啰嗦啊啦，后面要解决啦。解决上计是摕钱出来尔嘛。少年呢？哇，你搁真内行呢。那你想要摕偌济出来，甲这件代志收平啊？等，先扣下去啦。喂，你菜是要买菜啊？出2,000块。好啦，无够天500，你找我500啦。喂，装小的啊你啊！我甲你讲，这件代志哦，你上少我摕10万块出来。啊，10万块？对，也若无啊，我就将这相片拢公布出来。讲什么开心民宿的小老板，诱拐良家妇女，到时阵啊，我就互你在遮，无我就徛起哦。无啦，啥来敢无参详的伊底哈？莫啰嗦啦，钱摕出来就对啊。我即马无偌济钱啊。迄是恁兜的代志啦。明仔载这个时阵哦，家己摕来遮，也若无，后果你家己负责。呀。是嘞咯。妹啊，妹啊，这，干那安尼，牵一个手尔，搁要开10万，够贵的，敢袂做咧空酸来咧？10万块，这呀，牛人哦，10万块啦。这嘛无啦，安尼是要安怎咧？我嘛唔知。这你我错一条。我才互你错着，敢若毛饼鬼咧，行路拢无脚无声，我当作贼仔要甲你讲咧，我甲你讲。这是安怎？是啊，我的钱啊，莫用哭，慢慢讲，什么代志？已经难真啦。讲我听啦，是安怎？三层红仙人跳啦。仙人跳迄就真好个。啊！仙人跳？对啦。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啦？这歹讲的啦，这咯。对方是什么人啦？阿妹啊。阿妹啊！哎呦，你这个有影是啥？这阿妹啊，真早我就甲摇着，伊甲迄个少年啊，对一对歹人啦。对歹。没事咧，你知歹人咱无甲通知。你规工敢若5期共数条条的呢？要甲你通知，要哪通知？而且佫无证据。我真正互恁害死啦！对方要求安怎？爱10万啦10？你讲10万？哎呀，阿姊啊，你来救我啦！救你无救你会夭寿啦！姊啊！放开了！我毋是恁姊啊啦，我管你这款砍小弟啦。丽丽啊，莫受气到安尼啦，你受气嘛无路用，代志就发生啊，对无？过去安尼啦，赶紧想一个办法来解决安尼就对啦。哎呦，我怎唔知爱解决？钱了人无代安尼。无啦，嘛唔免安尼讲啊。等阿群甲伊也无发生什么关系啊，对无？啊，牵一个手，听讲啊，佫有公民顶啊，佫无看到咧。啊，你清清楚楚甲钱互人，安尼袂用的。咱一定吼，爱赶紧想办法甲因抓起来，互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你嘛讲来听，看你有啥物好办法？我来想看。对，我跟你讲吼，恁逐头想啦，我真忝啊，我真休困吼。干嘞！这你要搁煮点心互我食？擦嘞！你即摆讲你足忝的吼？哎呦！你要休困？对。你咧传家史？传家史哦，要搁我叫外口，我歹命。因兜是要做丧事是哦，我来靠药行的。哥，你敢袂感觉咱安尼做伤超过啊？即摆讲遮拢伤慢啊啦。毋过我感觉阿坤哥哥伊是好人呢，咱实在无应该安尼害伊。咱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啊，算伊衰啦。咱钱若摕到，咱就转来迄下港做小生意，自头开始。毋过，因若是去报警，安尼要安怎？
应该袂啦。哥，人来啊啦！想袂到阿妹啊，甲迄个查甫的，因是专门咧骗人。哎呀，阿公哥哥实在嘛有够衰呢。啊，对啦，会长，啊无吼，咱即摆来调这个监视器的画面，啊看这两个歹人到底是秘伫倒位，报警甲抓起来。对，来，来行。哥，你有听到无？因要报警啦，即摆要安怎啦？等明仔载再讲，咱较细腻的。姐，我要尿尿。出来靠地好啦。啊，姐，我嘴重，出头足济哦。念咧看要放尿，念咧看喙重。我嘴重，也要尿尿。丽丽啊，我看莫搁啊发徛啦，互伊去放尿，互伊去食茶啦。真正你嘛有看呢，食甲豆腐人豆腐种啊咧，迄头壳吼袂输甲咱无斗调咧共款，真正是气死也无上。较济啦。哦。哦，啊！你头早毋是讲要尿尿，要啉茶，啊！你即摆顿落啊，就带啊坐带休困，咱会拢无爱去做。啊，我着热啊久伊还袂喙焦咧。讲甲你哦，迄就是安尼种代志吼，无分轻重啦。今仔才会即款会发生即个代志啦。你讲安怎对？我安怎受害者呢？你当前我毋才着，什么你怪我啊？我无怪你，无去怪啥人。你对迄阿妹人讲咱戆去扫条条的，莫怪伊有机会来设计你啦。伊是人客呢，我服务人客是正常的呢。我哪知因三个要陷害我？啊，你服务人客，应该要甲服务到面床顶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安尼做就毋对啊啦。无咯，我出事就是有渣人缘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对我好，我歹势甲拒绝啦。我讲一句，你就应一句。我甲你讲道理呢。丽丽啊，我叫发徛。哦，你小人呢？讲输得起的句哦。你听咧？足奇怪呢，我咧应嘴一致，就是想要搁发欠。我讲啊，上好是像这样咧，咱读咧，点点莫讲话。哦，我真正是哦，读甲拢起疼。哎，阿姑，嘿转来啊！啊，恁两个看个真忝咧，啊，搁毋去发现着因两个人的行踪。哦，目睭看到要火去啊！有啦，有找到因的画面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因两个无固定出入的所在呢。哇！我嘛有甲所有监视器的画面吼，拢整理出来啊。假使恁若是要报警吼，这会用提起互警方做参考啦。咱敢真是要报警哦？丽丽姐，啊，你到这个时阵搁咧丢毒哦？迄是歹人呢，咱应该抓起来，毋则丢，袂使害逍遥法外啦。啊，无阿公哥哥足可怜的呢。我嘛知影袂用个互歹人逍遥法外，重点是，我咧斟酌甲想吼，我一直感觉迄阿妹啊，人安尼乖乖啊，啥人要做即个代志？伊无的确吼，伊是有啥物苦衷呢？啊，咱若报警，安尼伊一世人就乌有去啊！我是感觉讲，咱是毋是爱代志吼，搁调查互较详细咧，啊再来做决定讲是毋是要报警？君啊，你即摆举手要创啥？姐，我会使讲话无？讲。姐，我嘛感觉甲你同款的想法，因为我甲妹仔吼，即几工做伙，我感觉伊个人也真单纯，无生歹人。我讲，还佫互一摆机会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咱今日要互你的俗语就是在即万即，无即输即。哦，恁两个拢输钱，我都赢两。无啦，较早的讲法佫无共款啦。较早的讲法讲哦，食即万即，讲食即个即道，啊就万即个道安尼。哦。嘿，啊就甲人迄共款的无，啊别人的某较水啊。
同款的意思啦。哥哥，但是我无感觉讲咱做艺人，我袂愿意。你意思？我感觉做艺人是足福气的代志。你后世人要搁做艺人？那是会当，因为你看咱出去外口啊，人讲，哎呦，你这个欢喜，哇，你这个唱歌，哎呦，足介意你，哎，你感觉哦，咱真正足有福报的呢。对啊，做艺人袂歹啊，艺人若做了歹，咱请做卖艺啊。哎，阮爸定来咧讲啊，讲我吼一年换24个头家，等来食买艺要早早，就是甲咱俗语共款啊，连咪吼。做这道，连咪卖下人去道较好，我换迄道，连咪我换迄道，好到尾水底拢无一回收啊。对。迄是不是因有职业倦怠？譬如讲做久会生，其实我有一个方法吼，会当就是治疗这个职业倦怠。这就好啦。譬如讲咱做工课，咱较认真拼一条。啊，譬如讲半年还是1年，还家己放假出国去。啊，你出国你会感觉讲，我有趁钱，我买物件，我拢唔免烦恼讲我无钱啊。啊，等下你就会激励自己，搁较认真的后悔我要搁出国。我某这步，我某做了上水亏。我呢，规年咱你咧趁钱，伊1年互我出国1摆。哇，就好诶！你家己出去吗？一礼拜。哎呦，你家己出去吗？家己一个甲朋友出去。你拢喊朋友去嘛？去什么所在？不一定去。我们那个对岸吼去走一走。我即摆里长无做，听我1年去2摆啊。哇！我做2届甲会做伙，变做2礼拜都做1摆出去。所以呢，讲真诶，少少。好啦，安尼为着各位恁2个福利啦吼，我会找一个，咱本来逐礼拜拢爱录影嘛吼，为着因2个福利，咱就有一礼拜甲人开，互因去试图一下较欢喜。感恩啊！安尼你2个就来恁开啊？人嘛先放松一下啊，对无？做要做公益。因出国吼，咱再来增加佚佗。嘛是会使哩啊！你也来嘛，好慢慢的，袂记说讲你遐去。迄甲我无关系。好啦，毋该咱转啦吼，要爱放轻松啦，时间过得有够紧的呢，安尼咻一个30分钟又到咯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那个天天又开心，奉劝大家吼，无论做什么代志，心头爱了定，千万唔通啊，三心两意。